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個碉樓建築嘅犀利故仔。你哋望住鏡頭下開平碉樓個金黃柔潤嘅牆身，你哋有冇諗過點解碉樓嘅磚縫歷經百年都冇蜘蛛絲嘅細嘅裂痕？原來關鍵就喺建造工藝上，係用鴨蛋青狀黃糖，再同黃泥、石灰、沙石搞埋一齊，整成五合土，曬乾之後硬過水泥，黏力勁過萬能膠。舊時金山伯返鄉起碉樓砌牆，石灰張利梗係要落足新鮮鴨蛋青，就好似1918年塘口鎮起座碉樓，華僑專門從外地運返20幾筐鴨蛋，每日都現烤現攪，而且必須係和無鴨嘅生雞蛋青，佢先夠叻。再講講百合鎮周氏碉樓，牆身灰漿加嚟潮州黃糖漿，太陽一曬，糖漿起焦，硬得好似生鐵。塘口有座碉樓，每擔灰漿落3斤黃糖，話颱風會帶團返歸。1933年嗰場超級颱風，成條村都俾吹冧晒，唯獨呢座樓穩穩當當。阿伯仲講颱風過境時聞到蔗糖香，當年華僑為偷運黃糖返鄉，費盡心思，成日扮作記止咳枇杷膏，又或者寫成扣南洋藥引，連海關關員都估唔到。你哋有冇聽過呢種建造工藝啊？評論區話我知，點讚過千。我哋探秘碉樓金山婆竟然童子雞公拜堂，係咩驚天故事？關注我，下期內容好鬼精彩。